2026年7月25號晚上，青島市民健身中心體育場4萬幾個位幾乎坐滿，冇平時演唱會成日見嘅燈牌同熒光棒喧嘩，換嚟嘅係一片肅穆嘅黑色人海。呢一晚對謝霆鋒對所有在場嘅人嚟講，都係一場特殊嘅演出，因為距離老豆謝賢離開過咗唔夠10日。7月20號，謝霆鋒喺社交媒體出訃告，證實老豆謝賢離世。喺份克制嘅聲明入面，佢轉述咗老豆留低嘅最後一句說話：The show must go on， 表演必須繼續落去。呢簡短嘅幾個字，係中華藝壇超過70年嘅四哥對呢份工作嘅理解，亦都成為咗謝霆鋒要面對嘅選擇題。嗰陣，距離 LRU's Unlike Live 青島站演唱會剩返5日，飛一早賣晒。第3輪門票開售短短1分鐘內全部售罄，幾萬個觀眾從四面八方衝嚟，龐大嘅舞台、燈光、樂隊團隊已經準備就緒。外界唔少人估演唱會可能會延期，但謝霆鋒揀咗另一條路。據報道，謝霆鋒低調處理完老豆嘅後事之後，7月23號飛到青島。從佢出現喺機場嘅相可以睇到，佢成身黑衣，行得好急，全程低頭，沉默又克制。佢冇俾自己唞氣嘅時間，一到埗就直奔場館投入彩排。舞台、燈光、音響，每個細節都一練再練。知情人士透露，彩排期間佢對每一個音符、每一束燈光都反覆推敲，力求為歌迷呈現最完美嘅演出。現場工作人員好有默契咁保持專業距離，冇人主動提起私事。而謝霆鋒都冇講過一句辛苦。25號晚，演出準時開始。7點半，謝霆鋒帶住老豆生前最中意嘅嗰副墨鏡，一身黑衣出場。黑色短袖襯衫搭配一條黑色領帶，領帶尾部點綴咗經典嘅蝴蝶造型，再加上鉚釘皮帶，成個造型簡潔而莊重。佢揀咗一種最直接亦最鄭重嘅方式回應所有人嘅期望。用一場毫無保留嘅專業表演，完成對老豆嘅告別。開場曲《不要說謊》一響起，全場觀眾瞬間沸騰。唱完第一首歌，除低墨鏡嗰陣，佢用手揩咗下內眼角，動作好輕好快，但眼中似有淚光。連唱3首快歌之後，佢先至正式同觀眾打招呼：好多謝你哋嚟青島演唱會，好在而家冇落雨，仲有多謝你。講多謝你嗰陣，佢用手指咗一下天空。呢個動作好輕，稍縱即逝，但坐喺台下嘅數萬觀眾都讀得懂，係一次隔空嘅問候。跟住佢演繹咗經典歌曲《謝謝你的愛1999》，歌迷們紛紛揮動中控熒光棒，場面溫暖而動人。成場近2個半鐘嘅演出，謝霆鋒冇換過衫，冇請嘉賓。全程全開麥真唱，淨係喺台上飲過1次水，氣息好穩，台風好準，半分冇將私人情緒撈入專業表演入面。由不要說謊到玉蝴蝶，黃種人因為愛所以愛活着 Viva， 一首首經典金曲輪住上，唱到因為愛所以愛嗰陣，全場氣氛推到最高，唔少歌迷企起身同佢一齊唱。有粉絲事後同記者講，呢場演唱會狀態拉滿，不過情感嘅流露往往喺不經意之間。唱到慢歌嘅感動位，佢眼眶泛紅，把聲都試過一度哽咽。唱到壓軸活着 Viva 嗰陣，台下萬盞手機燈匯成星海，佢當場終於冇忍住，紅咗眼。但佢即刻調整呼吸，繼續穩穩咁唱落去。鏡頭捕捉到嘅係一個45歲男人最真實嘅片刻。老豆走咗，舞台仲喺度，觀眾仲喺度，所以必須要撐住。佢喺演出期間都講咗句輕鬆說話，提醒台下高舉燈牌嘅歌迷燈牌舉反咗，令現場氣氛多咗份輕鬆。佢仲透露年底會拍賣自己嘅 mic 架，所得捐俾流浪貓狗救助站。成場演出，謝霆鋒說話唔多，除咗多謝觀眾同提醒安全，幾乎冇提過任何私事，唯一被所有人捕捉到嘅細節出現喺尾聲。
喺最後一首歌開唱前，佢再次指住天空，輕聲咁話：下晝1點到3點仲落緊雨，本來都有啲擔心，多謝你，多謝佢。冇煽情嘅鋪墊，冇刻意嘅渲染，短短一句，一帶而過。然後佢繼續唱歌。9點45分左右，演出圓滿結束。22點左右，天上開始淅淅瀝瀝落起小雨。台上嘅謝霆鋒將專業做到極致，台下嘅觀眾同樣用最大嘅克制回應呢份體面。知道特殊情況之後，粉絲自發喺群組達成共識，取消晒所有燈牌、花籃等應援活動，着素色衫入場，用安靜嘅陪伴代替喧鬧嘅歡呼。官方應援色本來係紅色，但嗰晚嘅青島體育場被一片莊重嘅黑色海淹沒。從各地趕嚟嘅歌迷着住黑衣到場，以此表達對謝賢離世嘅哀悼同對謝霆鋒嘅支持。有由煙台專登趕嚟嘅曲女士，中意咗謝霆鋒26年，第一次睇佢現場。佢話之前諗過演唱會可能會延期，延期都冇所謂，退票都冇所謂，本來就係特殊情況。當知道演唱會如期舉行嗰陣，佢話感動，但其實心裏好難受。睇到佢彩排嘅相，覺得佢幾憔悴。冇人起哄追問，冇人想用尖叫嚟安慰。佢哋喺謝霆鋒哽咽嘅時候，默契咁接住唱，用人聲匯成一片溫柔嘅聲海，陪佢行過最難行嘅一段路。呢種沉默嘅共情，比任何花哨嘅應援都更有分量。呢種雙向奔赴嘅溫柔，構成咗呢場演出最動人嘅底色。呢場演出之所以特殊，正正係因為佢從來冇刻意營造特殊嘅氛圍。謝霆鋒冇用說話去講悲痛，而係用一場近乎完美嘅演出履行咗對老豆、對觀眾、對自己嘅承諾。呢個亦都係對老豆獻俾天大敬業精神嘅傳承。正如佢喺悼文入面寫嘅：我哋只要將佢嗰個永遠充滿魅力、充滿笑容嘅完美身影長留喺心入面，就已經足夠啦。7月25號嘅青島，佢用自己最熟悉嘅方式，將老豆嘅身影留喺聚光燈下，亦都留喺所有見證者嘅記憶入面。娛樂圈入面，消費苦難、販賣人設嘅現象唔少，而呢份唔消費傷痛、唔辜負觀眾嘅克制，就顯得特別有分量。呢場演出最後被外界視為一場喺聚光燈下完成嘅父子之間嘅體面告別。台下幾萬個觀眾亦都用真金白銀嘅飛同無聲嘅陪伴，表達咗對專業嘅尊重。當演出完結，燈光亮起，呢場安靜而有力嘅雙向奔赴，已經留低咗比任何煽情情節都更動人嘅一筆。The show must go on， 呢句說話，佢做到咗。今期嘅內容就到呢度，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歡迎訂閱、點讚、轉發，多謝大家嘅支持。